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干什么？放我！干什么？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不许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锦熙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总裁全把你们拆了！传闻中，贺锦熙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他这……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左夫人好。哎，站住！你谁你啊？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。啊！哈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2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，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跟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儿啊。那个，既然锦熙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，你说吧。锦熙呢，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辣，太呛。要钱是吧？不是，这要钱多俗气。我就是说资金上那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可怎么办？疼！别夹了！哎呀，顾先生，你别让他夹了！疼死我！别夹了！顾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顾先生，你个傻瓜，赶紧把我给放了！你快！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，对钱是最没概念的。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，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。
我真的没撒谎，你把我放了吧，兄弟，把我放了，把我放了。顾先生，快点让他们放了我。在家。别讲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哦，哎呦，兄弟，不玩了！顾先生，那个王八蛋，不玩了！哎呀，哎呦！注意那个架子上，左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到中午的时候回来的，待在房里啊，一直没出来。好。方叔，怎么了？别管他，真是撒去。贺锦熙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苏妍希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喂，苏妍希。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！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，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一成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，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。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哎，你
苏小姐，是安安吧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坐吧。哎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了。妍希姐，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哎，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，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呀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，哎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锦溪啊，锦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锦溪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。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到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顾家之后，顾其成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哎，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，
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？哎，锦溪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，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，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个误会。您就别多想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嘛呢？今天晚上派对来不来呀？啊，长城电子的项目，这个合同是我做的。对。怎么了？赶紧 ！I wanna good at you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公司核实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现在有事儿去趟公司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回来再说。我先去换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孩子，贺锦溪，苏妍希，稀客啊。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已经跟顾七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有，比赛开始，加油啊，姑娘们！只要努力个动一下，今天的礼物就是你们的。怎么样，猛力行吗？我没问题，这次肯定不动。等。哎，姑娘们，听我说，他不动没有用的。你们硕哥手上没有礼物了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看到那边还有个大金主啊？等一下，这是一张黑钻卡，你们到隔壁开间房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随便玩，一切我买单。怎么走的这么没有留恋呢？你咋那么敏感呢你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练过肌肉铁布衫的吗？说，过来坐吧，咱们聊会儿天儿。都走了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来干啥？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？不是你们叫我来喝酒的吗？我是让你来助兴的，不是让你来扫兴的，好吗，大哥？你干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别跟我提他了。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！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办？哎，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，骗一个大头鬼，你脑子里就2头鸡是吧？2种可能。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
我有钱，我给他花了。第二，他比我有钱，比我富，更好啊，没有问题呀。他给我花，我可以接受啊。强强联合，家庭联谊，门当户对，非常棒。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怕他跟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钱啊？那至少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可以让他去图。最怕的，就是那些钱搞不定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你怎么有脸站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，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，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耐心的时候，离我远点儿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，他说他欠了20万赌债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缠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西城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天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西城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了。